10月29日，人可以向神禱告。經上記着說，我們當誠心向天上的神舉手禱告。耶利米哀歌3章41節。讓我哋同來思想經上嘅話。每當面對困難，我哋要思想主嘅說話。耶穌看着他們說：在人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然後馬上藉着禱告，把一切困難交託給主，求主賜我哋有聰明智慧，可以應付。當我哋滿心愁煩嘅時候，我哋要思想經上嘅話。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。我再說，你們要喜樂。既然經上嘅話提醒我哋可以倚靠主，我哋就當把愁煩交託給主，誠心向主禱告。他的誠信真實，是我哋大小嘅盾牌，是我哋唯一可以嘅倚靠。讓我哋同心禱告。施恩憐憫嘅主，人若沒有依靠神嘅觀念，就只有自己一力承擔問題，心中響起嘅只是自己嘅經驗，或是自我鞭策嘅說話。如果能力已到底線，後果就難以估計。主啊，若心中所有嘅都係沮喪嘅說話，或是怨命嘅言語，人能夠靠什麼面對問題呢？主啊，最可怕嘅係，就是心中只有絕望嘅，或是叫人死嘅言語，那時人就很容易走上死亡之路。拯救世人嘅主，只有你才知道誰會踏上死亡之路，誰會陷於困境之途。主啊，只有你才能叫人有依靠、有出路、有生機、有喜樂。主啊，願你拯救所有陷於困苦之中嘅，願你釋放嗰啲滿心愁緒嘅，叫他們知道人真的可以有轉機，因為人可以向神禱告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。我的心啊，你為何憂悶？為何在我裏面煩躁？應當仰望神，因他笑臉幫助我，我還要稱讚他。詩篇42篇5節。感謝神，他不但垂聽我們的禱告，還以笑臉幫助我們。